南投市公所甲一间老戏院举办着美食推广的活动，原本参加的人真少，因为有一个在地20岁高龄娃，甲伊食美食的相片抛上网，结果侪网友学到伊生做真水，嘛带动袂少人到南投找美食。 长头毛的美女伫南投市大街小巷伫行，连伊食红枝丸，连伊又搁食绿豆粉粿，最后一碗意面食出网友爱慕的心。袂少人伫分享美食的文章下骹写讲是安怎会有遮水的美女，有人讲又够水，个人讲会当做代言人啊。因为这位美女参加南投戏院甲市公所联合举办的美食接龙游戏，伫网络分享食美食的过程，通过评审的评分，有机会得到1万块的奖金。活动本来无甚话题，不过伊一个参加，一个抛出相片，马上引起网友热烈的讨论。我今天早上在菜市场的时候，有人问我是不是那个吃意面的那个女生，我说对啊，那是我啊，我没有想到会被认出来。 伊叫李祖武，20多岁，出来是卖鸡排，有另外头路，唔是网红，只是翕相想要到意外煞蹭起来。然后我发在脆上面之后，有很多陌生的网友，可能是外县市的，他们也会说，就是看到我推荐的那些东西，就也很想要来试试看。 如果伊是在地南投人，上知影南投好食的物件是啥物？参加活动想要得到1万块的奖金，同时可以当互更加一人了解南投的美食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